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真的很感恩，在圣灵降临节这个主日，也正好是我们黄奕的新生活的预备的开始。那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慢慢能够不受疫情的影响，能够回到教会做实体的礼拜。虽然我们还有现场的转播，不过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彼此见面，彼此祝福，那是基督徒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也特别是很多教会都会讲说，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刚好我们的黄奕也到告一个段落。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在下个礼拜6月7号，政府就要宣告这个第3阶段大家更放松的一个在台湾这块安全的土地的生活，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气等于是圣灵降临节神赐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那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很久，因为有的是公司的限制，有的是你个别个人有一种安全上的顾虑，没有办法回到这边来。那今天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回到这个教堂，真的是心中很感恩。我们是不是给隔壁在很久不见面的弟兄姐妹问好一下，说我们一起迎接新的生活，好不好？来彼此祝福一下，感谢主。新生活的意思不只是一种新的黄奕的阶段其实也是圣灵给我们新的生活，一种属灵的新生活。我们一起领受话语之前，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从你的话语得着更多的启示跟教导与祝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过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读了第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2章1到4节，在记述第一次圣灵降临节的描述跟故事那第二段经文呢是罗马书8章9节，他在告诉我们圣灵是什么。那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复习。我们首先要再一次确认的，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很清楚明白的理解，圣灵就是上帝的灵。那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的8章9节，我们是不是再重复来复习一次？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好，这个就是针对每一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相信上帝是创造主的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最明确而且是一个非常简要信仰的根基。那保罗用这一段经文把圣灵的各个层面都解释完了。他说至于你们，表示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他说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表示你不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或是你个人的一个经验感受，而是你愿意被上帝的灵住在里面。他说这个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在管束。换句话说，上帝的灵就是圣灵。然后再加一句话，他说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那保罗将这一段经文把我们所认知的圣灵的各方面的描述都完整的在这边来交代了。换句话说，我们再从一次来理解，就是这一边罗马书8章9节所提到圣灵的3个称呼：上帝的灵、圣灵，还有基督的灵，就是同属一个。因为我们基督徒之前，我们常常因为人的这个认知的有限，所以我们会称呼上帝、称呼耶稣基督、称呼圣灵，我们说三位一体。那这个是很奥妙、超越人的一个理性能够认知的。所以我说我们人的有限，就故意把上帝、耶稣跟圣灵分开了，合不起来。但是保罗跟我们讲说，其实就是三位一体。
在这边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说，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内住，你才有真正的生命。那这个当然是有别于一般不信主的人。他说圣灵我不认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活得好好吗？我会呼吸啊，我会讲话，我会工作啊，我有智慧有能力啊，为什么要有圣灵？那当然你就是因为接受了主耶稣，你的理解才能更完整。所以用一个小故事来做一个描述，如果你没有圣灵，就没有生命的意识。一个小故事怎么说呢？他说，就像这2天的假期一家人很高高兴兴的要准备要出外旅游了所以呢就把所要带的物品都装在一辆车子里面，哇，所要的经费都预备好了。但是因为太高兴了，好像防疫那么久了，没有办法出去，这一次好好把它玩个够所以所有的东西，包括应该有关露营的东西都装备好了，但是装不下。所以呢，这个女主人呢，妈妈就赶快说：“这辆车子太小了，来不及换，那我们就赶快把车上能够拆的东西把它拆下来增加一点空间真的把所有东西都装满了都装到车子上了。不过问题来了，因为这位太太对车子的性能不了解，她竟然把燃料箱拆下来，然后东西都塞满车子，但是没有燃料怎么动呢？动不了了。那这个故事我们是很浅显，它是在描述说什么呢？圣灵就像是这辆车子的动力，如果没有动力，你这辆车子不能是什么双 B 的名车或者现在台湾到街道上一看就是上千万的那种那种跑车了什么车在炫富的那种车，你没有动力就动不了。那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的认知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除了肉体的生命，魂跟体的生命还不足，我们要有属灵的生命。这属灵生命就像是车子，它不管是外表的高贵不高贵，如果没有燃料、没有动力、没有电，就没有办法行走。基督徒如果离开了圣灵，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真正过属灵的生命，就是等于没有基督的生命。那圣灵的重要就在这边显露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今天迎接圣灵降临节。我们在周报里面有稍微介绍一下圣灵降临节怎么样的来了解描述了那大概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了解。第一个，圣灵降临节的日期的计算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的第50天。那我们今年的复活节几月几号还记不记得？在上个月4月12号4月12号。那经过了7个礼拜，7 49天，那再过一个新的主日就是今天了，所以是50天。那原先这个50天呢，也不是基督徒他们预期说，耶稣复活50天会有圣灵降临节，没有刚刚的经文描述怎么样呢？他们原先不是为了要过圣灵降临节，因为圣灵还没降临，谁知道呢？而是他们要纪念五旬节。旬，你知道这个字就是旬，就是10天嘛。好，五旬就是50天。所以呢，因为圣灵在五旬节这一天降临了，所以我们把它当成基督教会的生日。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刚以使徒行传所描述的第一次圣灵降临节，因为这些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他们能够说别国的话语，所以呢，也这样子把福音传递出去，把耶稣的救恩，把耶稣复活的故事都传扬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犹太人。那所以呢，我们是五旬节的日期巧合刚好圣灵降临，所以从犹太人的角度，他们可以过2个节日，一个就是过五旬节，一个就是过圣灵降临节。换句话说，犹太教的教徒他如果信耶稣，他们等于2个节日重叠了。
那因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没有这个五旬节的经验，但是其实现在有人把它称呼五旬节，有人把它称呼圣灵降临节，都同样的意思。但是五旬节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因为是发生在犹太人的身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祖先重大的节日，因为他们就是按照犹太的历法守节期。所以为什么纪念什么呢？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后50天，大概已经逃离了埃及的追兵了，他们可以安顿下来，他们走到西乃山的山下，上帝呼召了摩西上西乃山，然后颁布了十诫，2块石板给摩西。所以摩西下山之后，将十诫来宣告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确认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上帝亲自跟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来立约，用十诫来证明他要守这个约，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那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在纪念这个五旬节，没想到上帝特别的安排了哈，因为他们在过五旬节的时候，刚好是耶稣复活的第50天，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所以使徒行传2章1到4节就是记载在那一年的五旬节，犹太人在纪念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也在这一天降临了所以这个简单的记录记录什么呢？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说五旬节那个日子，他们信徒都聚在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其他人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根本不认识，他们只是在过五旬节而已。但是重点来了，他说有声音，声音从天上下来。第一个是有声音，第二个说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然后充满他们整个所做的屋子。第三个，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闪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那这3个记号形成了圣灵降临节。第4节在讲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情况，因为圣灵充满之后，他们按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别种语言来。那这个别种语言从圣经原始的记载，他们是讲别国的语言呢。比如说我不会讲客家话，突然间我会讲客家话。那他不会讲泰雅族的话，他竟然会讲。这种话语是真实的不同的方言，不同族别的语言。那因为这样子，就把福音传给从各地各乡镇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接受了耶稣。那一天有好几千人来信耶稣。这个是一些图片在纪念这些情况像鸽子一样圣灵像鸽子一样。这段经文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些降临的一个记号好，那我们每一年都在纪念圣灵降临节。不过我觉得今年的圣灵降临节对于我们台湾的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刚刚有讲过了，我们新冠疫情已经趋缓了趋缓了。那政府也宣布一个防疫的新生活。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的陈时中部长热闹来到台南的国华街啦，来到奇美博物馆，一大堆人挤在一起了等于象征了这个防疫的一个代表部长，然后呢大家跟着在一起，感觉上好像就是那些疫情的挑战都放下来了所以听说拥挤的不得了，不得不部长要提早离开，听说他的鞋子被人家踩掉了可见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确认说真的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了。所以圣灵降临节也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不只是过一个节日，而是真正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所有的一切好像重新开始。很多教会最近在重新回到
有实体礼拜的时候，他们都讲说好像过新年一样，因为好久没有看见了哈，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觉心情特别的兴奋。那我们教会也大概会在下个礼拜开始呢，恢复更多的一个事工哈，比如说我们的爱餐要恢复了哈，我们的各样的活动都渐渐的恢复正常。那期待这个今年的圣灵降临节、五旬节，我们真的向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是住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防疫的那么严谨，我们真的会像很多国外一感染就好几十万、几百万人，你会真的会觉得说，好像生命交关，你走过来的那种好像从死复生的那种感觉。我们期待，我们虽然没有这样那么严酷的考验，但是我们也从圣灵的同在，重新过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教会迎接一个新的事工的开始哈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恩典哈，感谢主。那我们也看见说，这样的一个智慧跟能力呢，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有得到非常非常多给美好的启发哈，美好的启发。那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能够真正的领受到这样的祝福了哈。好，那我们从这样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去领受圣灵的本质？因为我们说好，圣灵降临节，它圣灵的本质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是怎么样看的哈？我们是怎么样看的？期待我们这样有一个美好的领受了哈。好，那第一个，圣灵是神，就是上帝。我们可以看见圣灵他参与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第一个，他圣灵拥有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第二个，圣灵参与了这一个创造的圣工。我们圣经看到创世纪怎么描写，他说在整个渊面黑暗的时候，上帝的灵运行在上面，等于是上帝是透过圣灵来创造了这一切哈。那第三个是圣灵也跟耶稣同在，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圣灵在他身上；当耶稣受死复活，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整个圣灵参与到救赎，创造又参与了救赎，这是我们从圣灵里面得到一个真正喜乐跟平安跟祝福的地方哈。好，那第二个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圣灵就是保惠师，圣灵就是保惠师，他的意思有几样的面向。第一个是帮助者，圣经罗马书8章26节说，他时常在我们身边来帮助。第二个，圣灵是教师，约翰一书2章27节说，他教导并让我们明白真理。第三个很重要是安慰者，安慰我们所有的痛苦跟悲伤，使徒行传9章31节。第四个是辩护者，是神，他在神面前为我们说话。辩护者哈，在原文里面哈，就是一种圣灵在原文里面就是叫辩护者，就是说他好像是在审判者前面为他的保护者辩护，好像现在的律师他在为一个他的案主来辩护，他是无辜的，或是他有什么样的罪是没有被冤枉的。那这样的辩护就是帮助这一个人说话。圣灵也是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辩护，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足，但是不是要加害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第五个是辅导者，约翰16章13节是凡事引导我们，与我们协调，好像你的好朋友在规劝你，在引导你走向一个新的路，突破困境，突破许许多多你的忧愁跟忧虑。所以保惠师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那么重要，你怎么样去理解保惠师在你的生活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叫说领受圣灵生命整全嘛。生命整全的意思就是刚刚我们讲基督徒跟一般人不同的是，我们除了一般人的一种生命的能量之外，我们加上了圣灵的同在，
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界、属灵的看见、属灵的领受，然后这个生命就更比一般人的理解更完整了。那一个小故事在提到说，保惠师这3个字好像看起来蛮深的样子哈，比较连台湾我们这些说这个国语的话，保惠也不是很完整的理解了。那对于非洲的那些原住民呢，更不容理解啊，所以呢，有一位宣教师呢，就学习要怎么样解释保惠师对非洲人的意思哈。那最后他们得到一个理解是说，保惠师就是在软弱的人身边提供力量的神。你有软弱，真的是力不从心了，有一位帮助者在你身边，给你力量啊。所以非洲人把它理解说，躺在我们身边的人，帮助你是能理解，为什么要躺在你身边呢？啊，这是个小故事，对于非洲人，他们理解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深刻的，是切身的，是完全的能理解的。那这个是怎么说呢？他是在非洲服侍的一个宣教师，他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就跟他们这些原住民解释说，什么叫保惠师。他能理解是从保罗或是从一般的圣经的经文给他们讲说，圣灵就是要给予基督勇气啦、教训啦、劝勉啦、保护啦、引导，就刚刚我们讲那5种嘛。讲完了，好像一知半解，因为感觉上不是很真实啦哈。因为有时候逻辑或是哲学方面的文字，有时候对一般人不能很容易理解。然后听了一听再听，一说再说，然后这些原住民呢，听到关于保惠的字的解释，他们理解说，应该用这种话来描述最妥切啦。保惠师就是躺在我们旁边的人，那就能理解。那原先是宣教师给他们解释圣灵是什么什么，保惠师是什么什么，现在换非洲人讲说躺在我们身边的人，换这一个宣教师说，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躺在身边呢？原来他们当地的生活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常常要走很远的路，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他们要背沉重的包袱或是货物，走远路。那常常因为没水，或是太炎热，或是身体不舒服，会生病疲乏，就倒在地上。那已经没力气动了，没力气走了，更不可能防卫。那非洲是一个野生动物的国家，在这个地区啊，所以一不小心就变成野兽攻击的，或是变成野兽的食物了。所以呢，他们当地人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他说，若是有人出现了，他会躺在这位倒在地上的身边来保护他，陪伴他，让他恢复力气，或是生病慢慢恢复了，体力好了，然后再继续走。因为当你弱的时候，我们说弱强食嘛，很多小动物会被大的动物吃掉，是因为它跑不动，或是被抓到了所以他们认为圣灵的解释就像这一种在最软弱的人身边陪伴他，躺在旁边陪他慢慢恢复力气的这人，那圣灵就是像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你需不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需要一位躺在你身边的人呢？所以圣灵就是信徒在行走天路疲乏困倦的时候，这位躺在你身边的保护跟看顾的保惠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需要这样的保惠师，它不再是一种逻辑的语言，或是一种神学的语言，或是一种圣经的常识，而是你天天需要的，就是随时在你旁边帮助的。因为这个不只是在肉体的生命，而是在属灵的生命，你可能会遇到瓶颈，遇到挑战，遇到失败，遇到被误解，或是遇到人生的一个低谷的时候。所以我们最要一起学习说，你要被圣灵来充满，才能得到真正完全生命的整全呢。生命的整全，这生命的整全就是一个包含万有的，而不是有缺陷的，或是一个不足的。所以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刚刚像保罗所说的，上帝的灵、耶稣的灵、
圣灵都在你里面。你不管你的认知是哪一个角度，这个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你里面内住跟掌管。它不是你教材来的，或者说我们常常参加一些特会哈，因为长老教会以前比较没有圣灵充满的一种聚会跟传统，所以大家以为圣灵是一个认知的词句嘛，或者说给你灵感那种比较不是那么真实的，不是那么样的直接的。但是从圣经的理解，圣灵是一直存在在你身上的，住在你里面的，是因为你开敞你的身心，愿意接受圣灵在内住跟掌管。意思是说，我不只是靠我自己的意志力，或是靠我自己的聪明智慧，或是靠我所有的经验，而是因为圣灵随时在你身边，给你提醒，跟你鼓励，是你智慧，让你明白，你是一个科学家，神给你能力去看见新的发现。就像这一次的武汉疫情，很多人想要赶快找到医治的药物，或是找出疫苗。那基督徒的这样的科学家，他会祷告说：神啊，让我看见你，让我发现什么样的机制会让这个药物有效，这个疫苗有效。所以基督徒不要再只是把圣灵看成一个课题，你研究的对象，而是你愿意敞开你的心灵，让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跟圣灵有一个密切的交通的结果。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要参加特会，因为有恩膏的牧师带领我们一起说方言，这个聚会充满了热情，哇，就像第一次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有像火焰一样降临，那才是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有时候是非常的温和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外表的动作的，都算在里面。以弗所书给我们解释了圣灵充满的这个各种面向。他说，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要从心底发出音乐，颂赞主，向他歌唱。圣灵充满会一种赞美出来了，诗歌、灵歌从内心来赞美主。所以有圣灵充满，你会不由自主的、自发性的对神来赞美。第二个，他说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上帝。圣灵充满赞美之后，你会用感恩的心去感谢神。你人生遇到任何的处境，不一定是你发达的时候、你赚钱的时候、你升官的时候会感谢主。你遇到任何的挑战跟生命的难处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看见那一个感恩的地方。比如说这一次的疫情，很多人做一个比较高角度的观察。当然，很多国家经济受影响，企业倒闭，很多人死于这个病毒。但是有人看见说，这个是不是完全负面的？也不一定啊，因为好像是上帝借这3个月的时间，让地球暂时喘息啊，好像暂时关机，让电脑休息，重新来过。哇，一个重新来，一个新的生命又开始了。虽然我们遇到一些代价，所以你在什么角度去看见神的恩典？你要在你的身上、你的生命里面去理解神在你生命所给予的力量跟智慧。所以你被圣灵充满，你不会一直往负面的看，你会看见神给你一个新的面向。第三个21节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所以有圣灵充满，就会过顺服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简化，这三点，圣灵充满之后，我们所过的生活是怎么样？是赞美的生活，是感谢的生活，是顺服的生活。那这个就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了，因为是天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使用的，你要运转的，这个能量是随时跟你同在的。就好像我今天只要不吃早餐就没力气了，今天我不喝水我就会干渴了，是随时在你生命运转的。感谢主。最后我们不只是在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显示，而且是我们再从约翰福音14章
12节的教导，我们要为圣灵的充满做更大的事情。这段话语给我们很多的学习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受定之前跟门徒所宣告的话，等于是他的一个交代的话语。这些话前面大概都很理解，因为他说信我的人要做，但是后一句说做比我更大的事，那就让我们觉得很困惑。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全能父上帝的儿子，他是有神性的、有能力的，他会行神迹，他会说预言，他会医治，他会讲奥妙的真理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做呢？我们会做是还可以，他说比我更大的事，那会感觉有一点不好意思，怎么会耶稣这么讲呢？或者是翻译错了哈？那其实很多解经的老师这样解释啦。耶稣在地上，他因为是道成肉身嘛，他个体是在巴勒斯坦、巴勒斯丁或是在以色列这个境内，他四处游走。如果以今天的角度，耶稣行走的范围实在不大，对不对？还不到一个台湾那么大。他是在加利利嘛，对不对？在耶路撒冷的周遭嘛，他用走路的怎么会走多远呢？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典范，或是一个模范，让门徒学习。然后他被钉十字架，他把真理传递，然后就受定，然后复活升天了。但是所有的信主的人，因为有圣灵的同在，这段经文是跟耶稣说要差圣灵有关哦。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之后，你们就要得到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说他会做信圣灵的降临，然后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大，是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变成耶稣的代表，扩散到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说领受圣灵就得到生命的整全，因为圣灵充满，让我们成为小耶稣。你是耶稣的一部分，因为耶稣的灵在你身上，你能做你自己不能达到的事，不是你能力大，是因为圣灵跟你同在，耶稣的灵跟你同在。那这些人是因为有信才能做，不是因为你到底身份有多高贵你的知识有多高你的社会地位有多大，而是因为你信了就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说，每一个人就代表主耶稣到天涯海角，到北美洲，到欧洲，到亚洲、非洲，代表耶稣去传扬这样的福音，行神迹，是因为有耶稣的同在。那我们就会做更大的事，是这样的理解。等于是我们是耶稣的代表，把耶稣的话语扩充到整个世界。愿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跟智慧来完成这样的事情。你是生命整全的，因为你会被圣灵充满。因为每一个人天天都有圣灵的内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他当辅导者，他当安慰者，他当你的辩护者，成为保惠师在你身上。我们等一下要先做一个受洗跟坚信礼，然后一起领受圣餐，还有一个任命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美好的恩典。那我们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也遇到我们台湾疫情减缓，我们要迎接新的生活。主啊，我们不只是一个认知理智上认识圣灵，而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有力量、有智慧、有真理，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也能够行出主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圣工。我们要举行施洗受礼、圣礼以及圣餐礼以及任命。求你带领我们下来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